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17，诗篇74篇12节安尼讲：总是上帝对古早，就是我的王。伫地上施行拯救。三甲来祈祷，伫地上施行拯救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欢喜公平、义爱公义的信实上帝，主啊！你是喜乐怜悯、赏赐恩惠的慈爱天父，主啊！你的宝座对古早建立，你对永远就有，主啊！你的计划永远徛在。你的旨意要到万世代，主啊！你永永远远做阮的上帝，是阮心肝的快乐，也是阮的基业，直到永远。主啊！愿做你的百姓，你的草场的羊。主啊！愿要感谢你到永远，要学罗你的名到万世代。主啊！因为你对古早就是阮的王，伫地上施行拯救，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